由台南市政府甲新化区公所联合举办的年会大家，将伫1月22到28，伫新化大木港的广场周边来正式登场。上午的活动宣传记者会，伫扶桑花舞团的热情表演，包括市长黄伟哲、经发局长陈凯琳，以及多位议员、民意代表的助理，嘛拢到场出席，为活动来宣传。请启动！哇，欢迎大家！在我们的22号到28号，年货大街终于希望也期待顺利来举办。咱去年因为疫情咱有一寡限制，今年个疫情，而且这边的 Omicron 伊的传染力较强，所以咱防疫工作千万唔通马虎，千万一定要顾好。万一3型疫情大家拢承担不起，所以生理爱做，疫情爱迄个防疫爱顾。今仔真感谢咱议会各位议员大家对咱新化的关心，一定要伫议会即阵讲。今年一定要办哦！哎，咱那你要办，办到爱办到水起来，办到好起来，办到健康起来。尤其咱新化年货大街这个招牌是金字招牌，是台南市年货大街应该是第一个办的，办了嘛非常成功。所以明年大家拢足注重的，咱嘛希望今年唔但是防疫做好，搁精彩度，搁这个热度，搁这个咱的这个节目的安排搁较好。市长表示，新化的年会大家对2012年开办至今，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，今年活动以防疫的高标准来提前规划，希望会用满足民众过年采买年会的需求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